宜兰县5级的焚化炉使用的年限只剩2档半，县政府目前嘛拍算要重新来规划。那属伫原地来整一件开10月会当个使用上侪15档。那属讲委托厂商来登记至少爱开60月会当使用25档。地方对这2个方案拢有无同款的意见？本色车一台接一台开机器，小家庭生活本色。制作位伫5级乡的焚化厂，使用年限剩2年半。官府考虑本色处理量能加投资成本效益，偏向采取原地中间 ROT 开发，毋过地方意见真无共。佮后盖也收无遐量，你这座新的开60月起落去，那经济效益在哪里？建议是要用 BOT 的啊，如果能够使空气改善，然后气电共生。会增加，这个应该是要朝这个目标。根据官府的资料，焚化厂用 ORT 模式的原地中建投资价至少10亿，使用年限当会20至25年；用 BOT 另外所在中建投资价至少60亿，使用年限20至25年。官府也建议感情2案同齐推动。BOT 其实我们本来就没有排除，那当然以我们目前宜兰的状况来说，其实2案都是可以并成。即马焚化厂一天会当烧600栋，能源转化率达到22%，透过气电共生，当年会当为官府带来2亿的发电收入。那用 BOT 开发发电收入会当提升到4亿，为地方带来绿色能源。在地民众期待，其新的焚化炉会当解决空气污染问题。控制较好，卫生较好，较迄个设备啊，这样我对几十年啊，空气加真歹。就地改建如果能减少污染，那我当然是觉得用旧的设备，用最少的经费，去做最好的改建。也毋过也有民众烦恼，若别个所在中建选地址一定拄着阻碍，官府应该审慎评估。离着焚化厂使用年限要到，更新一定爱做，安怎人资共识，互专案赶紧推动，考验公部门的智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